我们感谢主，虽然很多的这个疫情的担忧，很多人比较不方便参加群众的聚会，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因为弟兄姐妹大家仍然有很好的一个信心。信心不是盲信，而是因为大家都有做了很好的一个防备。那在这个群众的聚会当中，因为我们有用口罩、用这个酒精消毒，让我们能够一直在安稳的环境里面，仍然能够安心，非常的一个安静的在神面前。不过我们教会仍然做一些些微的改变，是让大家能够更安心哈。那刚刚我们听了我们的慈宝小组美丽的歌声哈，我们3月份可能要暂时停一下啊，我们圣歌队还有各小组的献诗在3月这个月份要暂停一下，可能到时候会播放赞美的影片哈。那也期待我们在这一个环境当中，大家都很安稳啦哈。所以目前除了牧师跟敬拜团在服事的时候没有戴口罩，不过希望下个礼拜也许大家全部都戴上了哈。那不是说害怕被传染，而是说我自己有防备，那我们在生活、我们的工作都不受影响哈。那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台前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FB 的直播就是我们用手机来播放现场的影片。那如果大家有顾虑不能来聚会参加礼拜，你在家只要进入我们这个富强的光研国度的 FB 的这个群组，你就可以也收看得到。也许不比现场那么的清楚，但是应该基本的声音影音都能够吸收到，表示说你也同心跟我们一起在现场做礼拜这个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在度过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用最严谨的态度，但是也对敬拜仍然保持着一个虔诚敬畏的神的心哈。我们要分享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要得着神给我们美好的启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不足跟软弱，但是有神可以依靠，我们能够面对一切的挑战，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无论是遇到任何困难，让我们人在神的恩典之下，仍然走出一条平安喜乐的道路。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启发我们，来勉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疫病下的信仰省思这几个礼拜牧师都用这样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思考，是因为也许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更能够思考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旨意哈。刚刚我们读了2段经文，一段是诗篇33篇的10到12节。这段经文在跟我们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上帝的旨意，他的计划筹划超过任何万国万民你自己靠自己的角度或是自己的能力去改变。所以他说，上主挫败了万国的阴谋，他使万民筹算没有效果。他不是故意要捣蛋，而是因为万国万民在他自己的规划当中，如果你不是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你即使一时的亨通，一时的顺利，但是都无法抵挡神的永恒计划。所以11节他这样讲说，上主的策划永远长存，他的旨意万代不变。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类的原来这个原理，这原理是永远在这个轨道上面的。但是人如果靠自己的方法要策略策谋，但是并不在上帝的旨意，也许他就这个意思就是上帝挫败了他，是人抵挡了神的永恒的计划。那第12节他在告诉我们说，那怎么样呢？人的计划、万国的筹划，是不是一定是跟神抵触？不是。他说，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多么有福啊！你的行事、你的作为、你的安排、你的规划是合神的旨意，他就是有福的。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也是有福。
那从这一句话来讲，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现实的这个肺炎疫情。那这个事情是神故意的呢，还是人民的筹划去抵挡了神的计划呢？这就是我们一起要思考的事。那罗马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他告诉我们人的软弱、虚空跟不足。他说，因为整个被造的变成虚空，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然而被造的仍然盼望着。这个我们就看到了人类在一个罪的本性之下所得到的束缚，遇到的一个困境。他说，虚空不是出于本意，而是上帝在当初人类在违反了神的旨意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个罪的困境，被神所赶出伊甸园了。人在罪的辖制之下一直存在的现象，一直存在的一个本质。然后他说，有一天能够摆脱那会朽坏的枷锁，得以跟上帝的儿女分享光荣的自由。神不是完全的阻绝了人的盼望，你的虚空不是永恒的，而是因为你跟神连结之后，你会摆脱那个朽坏的枷锁，能够跟上帝的儿女分享光荣。他说，虽然我们直到现在被造的仍然在呻吟，很像产妇在经历生产的病痛。换句话说，人是存在一个软弱不足，或是遇到困境呼喊的当中。但是主给我们一个盼望，他说，不只是被造的是这样，我们这些得到的出熟的果子，就是得到圣灵的人，也在心里叹息呻吟。这讲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所有的人类，包括已经认识神或是得到这个圣灵的人，我们仍然在有限肉体的辖制之下。若以今天的话来讲，基督徒仍然遇到病毒没有什么免疫力啦，就不会像韩国那个教会的人这样夸口大言说我们在这边就不会得到，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看到说，这样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而是你要去找到在这个病毒的侵害之下，你跟神的关系，不是因为我敬拜我祷告了我就可以大胆的把口罩拿开，随便到处乱闯在那个疫区你也可以横冲直撞，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仍然在呼喊，在呻吟，因为当神收养你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你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属肉体的环境之下，你仍然被这个软弱所控制着，但是你的心是跟神连结的。有一天，即使肉体没有办法抵挡这个罪的辖制跟死，但是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得着拯救，得着新的生命。从这些经文我们读下来，牧师要跟各位分享4个段落。第一个是我们要确信在这个疫情当中，上帝在掌权。刚刚读了诗篇33篇10到11节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些经文，他在告诉我们，上帝他挫败了万国的阴谋，他使万民的筹算没有效果。但是上帝自己的筹划是永恒的，他的旨意是万代不变。就好像看到你这个大自然一个运转的原理一样，你不会说昨天这个运转是这样，明天又改成别的样子。那大自然整个生态的运转也是好几千年、好几万年的进行，只是人去干扰了它，人去破坏了它，臭氧层的破坏，世界的这个气候改变，不是上帝让它这样，而是人去干扰了。人去多余的一个冲撞，才变成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确认说，这个疫情会发生，不是上帝失控，而是人失控了。上帝在他的智慧跟公义良善行事当中，在这个疫情的劫难当中，他的智慧、他的美意仍然存在着。因为圣经里面就这样的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上帝允许，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但是
在这件事情上面，神为什么会让它出现？就是考虑到人在这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干扰了上帝的旨意，让他永恒的计划被人去那边干扰到了？所以也从这个武汉疫情当中映照出人类的欲望、骄傲、贪求，以及触犯了上帝创造的荣美。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才能去理解为什么上帝容许苦难发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之前一直常常引用一些历史的资料，去了解说人类的历史呢，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外面的兵强马壮，你就可以永恒的统治。有时候因为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让一个强盛的国度就这样倾倒了。在历史上有一些故事，人类常常因为疫病改写。1644年，就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明朝最后会灭亡，当然是因为明朝的国家一直衰退，一直衰退。但是历史学家研究说，原来在崇祯皇帝的时候，整个黄河流域都产生了很严重的鼠疫，然后引起流寇。我们说李自成他们就入京城了。崇祯皇帝因为这个样子鼠疫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去解决，最后他自缢而死。所以人家用这种话说，好像鼠疫是压垮明朝的最后一个稻草。一个朝廷竟然是被一个传染病所压垮的。这是崇祯皇帝这是清朝的时代，也是因为有天花一直在缠绕这个宫廷，所以当时的顺治、康熙、咸丰都染上了天花。那我们发现说，原来外表上的一个国度强盛，但是里面仍然无法抵挡这些所谓的病毒的入侵所以闯王李自成当时是不可一世，但其实是因为当时整个华北都是鼠疫，很多人这样死了生命了，有的人无家可归，他们只好唯一的办法，既然在这个地方会染病而死，倒不如大家集结起来，到处去抢吃的，因为连吃的都没有啦，到最后变成形成一个一个叛乱的农民的部队，竟然闯到北京去了。那当时这个李自成自己称王没多久，就让清兵入关了。所以清朝的人进来，他们以为他们在关外是强盛的，没想到进到这个中原的时候，又是疫病侵扰着他们。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一直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演变。这个顺治皇帝其实是因为他得了天花，最后死掉了，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喜爱的太太爱妃啦，得到天花，他太太死掉了，爱妃死掉了，他不忍心不让他的部下把这个遗体赶快拿去去处理掉，去烧掉，他竟然陪伴他，到最后他自己也染病了。那这种情况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过。那他后来知道说天花是那么严重，他的儿子有的都死掉了。他想说，我的国位、我的皇位能够永续的话，他必须要先做一个抉择：他是选有才能的儿子呢，还是要能够避免病毒的入侵？所以在历史上就有写说，原来康熙他小时候就得到天花，所以他的脸是有一个点、一个洞、一个窟窿，那个洞因为他得到了，所以他的大臣或是他的这个皇室呢，就告诉他说，也许由这个康熙来担任皇帝，至少不会再被天花所侵扰，也许那个皇位可以做久一点。那这些都是在历史上存在着的故事所以有人就画这个图，康熙他是马脸的皇帝，是马脸的皇帝。那这样的话，其实当初有人讲说，在那个清朝时代，这些王都染上天花，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咸丰皇帝。
那我们看见说，一个非常兴盛的王朝，竟然是被一个天花所打败了。所以我们看见人类因为遇到这些疫病，很多王朝就这样倾覆掉了。1348年，欧洲也发生鼠疫、黑死病啊，因为英国它是属于一个英伦三岛，是离开了这个欧洲大陆，所以整个欧洲的权力结构也就跟着改变了。也创造出当时英国的经济非常的荣景哈。其实也许台湾在这一次的疫病当中，我们可能会因着口罩赚钱也不一定，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预料什么事情会因祸得福啊。但是我们从这些历史故事可以看见什么事呢？就是人类大肆开花，掠夺大自然，但是这些大自然原来它的病毒，它存在某一个区域，它一个平衡的状态。比如在一种动物的宿主上面，或是一种禽鸟的上面，它安然，因为它那个禽鸟不会发病。但是，一旦人类去侵扰到它，动物被杀了，被吃掉了，有些病毒它必须要存在一个宿主，它才能够生存。所以，它不是故意要去让你生命侵害，因为它要寄生在你身上，它才能承载啊。但没想到，因为你没有抗体，你没有办法跟它和平共存，人类就这样子，这些疫病就产生出来。那这样的故事，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在各地历史上种种的发生。所以灾难疫病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啊，这是欧洲的鼠疫的一个图画哈。所以呢，我们知道比尔盖茨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全球最大的灾难不是核武，而是病毒。”他因为发明了这样的这个 Windows 这种软体，或是其他的微软的一个事业，变成世界首富。他把80%-90%的钱都奉献出来。他在非洲，在很多地区，借着一个基金会去从事改善这些落后国家的一个生活，或是研究怎么防治蚊虫，让它不会产生疟疾，让很多非洲的百姓能够平安成长。他就看见说，核子弹是人为的，但是只要能够控制得好就没事。但是病毒不是这样子。因为人一直入侵到那些原始的森林、原始的一个环境，这个是我们觉得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我们回想到刚刚我们圣经所说的，上帝他的永恒的计划原来是这样子美好，他是人类的筹划、万国的筹划，却是让人自己陷在险境当中。所以我们台湾一个非常著名的生态学家陈立峰教授，他就说过一句警语，他说：一旦人类，他用反话来讲，一旦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万物反而会欣欣向荣。什么意思呢？人类说变成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破坏者，那这个不是原来上帝所创造的本意啊。有人研究说，大概世界有好多的物种，因为人类有消失掉了。这个故事天天在我们身上发生。所以，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你有筹算，你有你的规划，但是神说你要回到上帝的旨意，回到上帝的筹划，因为上帝的筹划才是永久的、永恒的。他也这样提醒我们，他说诗篇33章12节说，33篇12节说，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多么有福啊！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多么有福啊！他就在讲这一句话。人类一旦脱离了上帝的轨道，脱离了上帝创造环境的一个旨意，那你就自己自讨苦吃了，你会自己找到很多的麻烦在。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武汉疫情当中，我们看到瘟疫，其实也看到人疫。瘟疫它是看不见的，它是人呢，透过他们的行为，透过他们的话语，透过他们网络的表现。会看到人的危害可能比病毒还厉害，还包括我们面对瘟疫的时候，你的意心是什么？你的心是怎么样面对的？也看见这个人的本质
人性本质所遇到的挑战。在这个病毒的侵害当中，人受制于罪跟劳苦。就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段话语，在罗马书所写的，人因为已经在这个律的当中了，所以肉体受毁坏，劳苦虚空，活物都会死亡的定律。这个是在一个情境之下，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可以平安到终老，是因为你的肉体在大自然的环境之下慢慢衰退。但是一个无形的病毒侵扰你的时候，原先你可以享受终老的，但是被某种厉害的病毒侵扰到，你的身体不能终老。但是这个都存在于整个人在被罪跟劳苦的辖制里面，是神在创世人类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认清自己的软弱跟不足呢？就是当万物能够摆脱病疫、苦难跟灾害的辖制，主的日子就来了。意思说，我们跟一般的人一样，你有信主没信主，都在这种环境里面。但是信主人知道自己的身份跟地位，我们就愿意在主的日子来的时候，就跟上帝的儿女享受光荣跟自由。这个就是罗马书给我们一个提醒。换句话说，基督徒没有免疫的特别的一种特权呐。你在什么地方，你如果不按照这样的规矩，不按照这样的一个防卫措施，所以韩国会发生那么严重，就是有一群对信仰有一点误差的人，他们自己宣告说，我们在这边敬拜就不会得疫病，那是一种对神的一种考验。就像前不久因为在那个妈祖绕境的时候，有一位叫做通灵少女，她讲那句话很有意思。她说：“明明已经跟你警告了，你还故意要这样子，那还要怪谁啊？”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引用到说，上帝明明在给你警告了，你故意要去闯所以韩国现在变成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染病最多的，就是那种错误的信仰的观念，让他们现在很难收拾啊。本来下个礼拜本来我们台南很多牧师本来要安排要去韩国访问，去那边灵修去那边做研习会，那没想到1个月前还在想说，韩国会不会那么严重？那当时就取消了，就取消掉，说不行，我们暂时不要，因为如果即使韩国能够去，我们台湾也不让你去呀，所以后来这个行程就取消掉了。那没想到这半个月来，韩国的那个严重性超过我们所想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武汉的疫情当中，看到台湾有一个美好的地方，也是让我们在一个焦虑当中得到一些鼓励跟安慰了哈。也许你跟我一样都有同样的感受，在这种险峻的疫情下，台湾社会显示出了私心跟良善这样人性对立的一种本质啦。那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我记得当初在我们春节，但是还在懵懵懂懂的时候，我们政府就马上快速决策说，好，赶快所有的旅客，中国旅客不要来了我们飞机都不要飞了。那个时候赶快去截止下来。那台湾那个韩国跟日本为什么会那么严重？是因为春节一大堆中国的游客跑到日本去观光嘛，去韩国嘛，因为他们需要这个外汇那不得了。因为人的移动带来病疫一直传染，但是台湾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没有 WHO 的保护，我们觉得要自己靠自己，所以宁可牺牲掉，所以就把一切做决策了。那更我们觉得弟兄姐妹感觉非常觉得自己很光荣骄傲的是，我们口罩的管制那么快这些故事让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了，而且我们有一群非常热心公益的企业家，他们在台湾这个所谓的机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一些工具机，哇，是台湾的强项。在这个时候，在不到1个月之内，把所有的这个制造口罩的机器都把它组装好了。
现在已经开始投入生产，而且我相信呢，再过没1-2个礼拜，我们就不用排队买口罩，应该口罩都充足了，也许可以外销了。因为我们突然间增加到全世界口罩第2产量高的，以前都从中国进口。那这个也算是说，很多企业家他这个时候不光只是为了自己的金钱赚钱，他认为就像我们当初921，当初我们台湾遇到88水灾的时候，一大堆人，哇，那一种无私的心情就出来了。我们看到人性光辉的那一面，在我们台湾正在发生。特别是政府也赶快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来控制疫情，还有及时的管控。那我们感动的是，我们的医护人员虽然遇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没有人说要逃兵了哈，没有人说我不做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时候是他们医疗人员是最神圣付出的时刻。虽然他们要暴露在很多危险的当中，不过因为他们有很好的一个训练，他们对这个整个疫情的一个认知，比我们平常人更有这个专业知识，所以他们能够面对。甚至曾经有一位护士，他自愿到武汉去接回那位血友病的儿童。但是让我们看到啊，在这些很多啊不好的消息当中，那种振奋人心的消息。感谢主，因为我们台湾呢，医护的实力在这一次被显现了。从日本统治的时代，台湾最优秀的头脑、最优秀的人才都去当医生，因为当时日本不让你去读法政，因为这样要投入政治那还得了，所以把优秀的人才他只能去当医生。那些医疗的传统从日本时代，你看我们各地都有卫生所，其实都是日本时代就流传下来了。所以我们整个防疫，还有包括医疗器材、设备、人员，在这一次充分的显示出来，这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不是突然间发生的。我们看到一群我们台湾的这方面的AI 或是这些网络这样的人才，这个时候也发挥了很大的智慧跟运用。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次是一个遇到苦难，但是患难中，台湾反而是得福气的，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因为台湾人的聪明跟智慧，以及防疫的能力，这一次被大大的全世界曝光了，所以被大大的称赞哈，能见度提升了。那有人做一种判断，因为台湾不被 WHO 来接纳嘛，所以只能靠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因为我们不能听 WHO 的，我们自己判断，所以我们反而得救了。那些乖乖听 WHO 的指挥的人，现在都遇到困难。那有时候因为你被隔绝了，反而自己得救，所以是一种非常吊诡的事情。台湾因为这样，让很多人看见我们的实力跟能力。不过我们也看见说，在这一个情况之下，人们因为对疫病的恐惧啦，对人的失去信心。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排斥、一些歧视，甚至一些医护人员，竟然有人还对他们产生一种拒绝的心理，所以这些私心也在我们当中看见。不过我们比起来，我们觉得正面的态度，台湾感到被神所眷顾的，比这些负面的还多。感谢主，我们在这一次疫情下，你怎么样去看见你信仰的行动呢？我期待牧师跟大家一起来勉励，我们要从疫情下，从信仰中找到真正的平安。这个真正的平安，不是说刚刚我讲的一种盲信，好像我祷告了我就什么事情都不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即使遇到苦难，甚至也许我被感染到了，我都能够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信心跟平安。不会因为疫情恐慌，或是盲从随众以及我们要对防疫人员的尊荣跟肯定跟鼓励，那这才是我们在这个疫情下得到真正平安的力量。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他告诉我们，人在罪的辖制之下，你都跟一般人一样，会遇到苦难，会遇到挑战、天灾、人祸、
很多的难关，但是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信靠主，我们就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得胜。所以我们在信心当中确信上帝在我们患难中要施行拯救，因为帖撒罗尼迦这样告诉我们说，上帝不是拣选我们来受他的惩罚，而是要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拯救。换句话说，在这个疫情之下，不是上帝要惩罚我们，上帝要故意跟人作对，而是我们在从当中看见神的拯救跟平安跟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期待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有某种困难，也许因为你从事比较特殊的工作，也许你不方便来到这边参加群众的聚会，但是我们透过网络的直播，你也能够在自己家里面跟弟兄姐妹同心来敬拜神。我也期待说，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你也能够找到你一个灵修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宣导之下，叫我们尽量不要去人群多的地方、密闭的空间。也许我们的这一种社交的生活会减少了。也许你会发现说，好像我不能到处乱跑啊，所以我的时间增加了。但这些时间增加，你的多余的时间，你怎么样去分配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哈。其实我们会假设，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会碰到，都已经有碰到，就是说，如果政府或是你工作关系，你必须要被强制隔离14天，你有没有思考说，那14天我怎么过？有人就是临时被限制住了，他受不了。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澳门回来的学生，他到处乱跑被在屏东被抓住了。我们台南在家里有一位姐妹，嘉里镇那边，她也是乱跑去找朋友，因为她受不了，不知道怎么办，关在里面觉得很受不了。一个男性呢，因为他因为隔离被政府处罚100万块。那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人没有办法在遇到困境或是隔离的时候能够心中平安。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因为工作关系或是出国转机，经过某一种，比如说你经过香港，你回来你就要被隔离14天，你怎么样安排你的生活？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学习的机会啊，因为不是你故意的，但是你必须被隔离，怎么办？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其实是在学习体会出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一家人有可能是说，也不是说你故意要跟人家一家人，是你不得不跟大家是一家人，因为病毒是无国界的，我们必须彼此帮助，才有平安跟健康。你必须要你好，我才会好；你平安，我才会平安。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中国一直蔓延，那我们怎么办？完全跟中国隔绝吗？我们有好几十万的台商在那边呢，你叫他不要吃饭吗？你叫他不要生活吗？也不行啊。所以变成说，我们有能力先顾好自己，我们才有能力帮助别人，让全世界在这个疫情当中很顺利来落幕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病毒让我们一个思考，因为病毒是看不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得见的危机你会闪避，但是看不见你怎么办？就像两三天前一个澳洲的音乐家在国家音乐厅演奏，大家都期待，因为是很棒的音乐家，你去听他的演奏，但是没想到那美丽的音乐之下竟然带着病毒，你看不见。所以这是让我们一个警醒，什么事呢？我们面对武汉肺炎是最大特色是病毒是看不见的，很难马上察觉，你必须要发病了或是筛检了才能检查得出来。但是我没有旅游史啊，我没有跟别人接触，我怎么知道我会染病呢？所以会那么紧张，就是这样子，因为面对的敌人是看不见的，你才会恐慌，才会紧张。病毒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很漂亮，因为它跟你没有办法相存，互相和平共存，它是让你的免疫力遇到挑战。各位弟兄姐妹，属灵生命中有遇到敌人，我们看不见，很难察觉。我们看见一些错误的信息、知识、价值观对人的批评，一些苦毒，都会无形中成为一种病毒，是属灵的病毒，看不见的病毒。有时候你自己的思想、你的文字、网络，常常一些
信息在影响着你，就像病毒侵入到你身上，你会抵抗这种实际的病毒，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属灵上面你没有去注意到，这些灵命上的病毒也在侵扰着你。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去读一下我们这一次周报户的这篇文章。他说：“醒思，不要浪费了这次疫情。”我觉得很有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了哈。一起分享。第一点，他说：“如果你不相信疫情是上帝允许的，你就浪费了这一次的疫情。你不了解说神为什么会让这一次疫情发生，你去了解，你就才能了解说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会浪费掉。”第二个，如果你注意到外面的防疫没有靠圣灵来防备罪疫，你就浪费了这次的疫情。就刚刚我前面所说的，这个病毒看不见，但是属灵的病毒也是看不见。你怎么样去防备？你怎么样去提醒你自己，在圣灵的防备罪疫，这个要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如果你拒绝考虑死亡，你就浪费了这次疫情。什么意思呢？刚刚我们是讲说，人是活在罪的定律之下吗？人也许是意外而死了，你生病而死了，或是我年老退化而死了。但是这个疫情是让人家感到恐惧，是不知道谁会染到，所以那种恐惧，你如果去思考死亡的意义，反倒是这一次会让你更明确我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他是讲的是这个意思哈。第四点，他说，如果你盼望疫情赶快止住，只为着活下去，或是回到正常的生活，而不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和珍惜基督，那你就浪费了这次的疫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疫病不必要的事我们都停顿掉了，但是你有没有去想到永恒的事情？有想到基督的救恩？那这样才是这次疫情让你得到的，等于是你赚回来的，这个才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第五点，如果你花太多时间阅读疫情的讯息，却没有足够时间读上帝的话，那你就是浪费了这次的疫情。第五点，如果你没有好好利用这个疫情，让它成为基督真实的荣耀见证，你就浪费了这次疫情。也许这2个礼拜，因为韩国有教会一个不是纯正基督教的教会发生了疫情，所以很多人对基督徒其实产生一种非常非常不好的观感。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扳回一城，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就牧师听到说，有基督徒的同事或是朋友，他就要告诉他说：“你还在去聚会吗？”就开始在挑战你哦，你还敢去聚会吗？我们可能你在同学当中，你在同事当中，你的朋友当中，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参加了群众的聚会，他有时候会多离你远远的，也不一定啊。但是你怎么样去改善，让他们觉得你是健康的，你是有能力帮助别人的？那就是我们这一次要把这件事情成为见证基督恩典的时刻。所以牧师期待大家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因为你减少了外出的时间减少了社交的时间，是不是我们教会正在推广读经抄圣经、祷告、读灵修书籍，过一个灵修的生活？等一下我们会颁发背经文金句，我们有一年读，期待在这一个情况之下，你不会浪费掉你的时间，反倒你会珍惜因为神给你的机会，过一个灵修的生活，减少社交啦、吃大餐啦、过度的消费，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因为很多防疫的专家告诉我们说，除了外表的防卫、口罩啦、这个消毒的这个清洁之外，你的身体的健康跟平衡很重要。所以也许有足够的营养，有足够的休息有足够的卫生习惯，反而会让你更健康。那这个反倒是因祸得福，遇到这样苦难当中，我们得到平安跟喜乐。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虽然
在不顺境的当中，我们仍然得到神美好的照顾。这是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样挑战的时候所得到的神的恩典。